咱时间已经到，咱备办心做今仔日的礼拜，请走角。恁着学了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是随会讲起耶和华的大权能，是随会表明伊一切的名声。既若遵守公平，常常行公义的，这个人就有福气。耶和华，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个纪念我，用你的救恩临到我。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，欢喜你的国的快乐，甲你的产业三角荣光，这是咱赞美请敬拜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请咱站起来好无？咱做伙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去甲人握手对无？哈，对无？好，无要紧，咱等下呢，牧师娘的这边先唱，啊这边的人安那拍手，好无？啊
是一个人。这边啊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天大地高，天天弯弯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第三届顶过的人唱。上面的朋友。咱拢是一个人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对大地高，天天弯弯。耶稣来，咱拢是一个人。最后一个咱做伙唱。是一个人，请坐。是咱伫主的内面，拢是一个人。虽然咱的个性、咱的脾气、咱的生活背景无同，但是咱伫主的内面，拢是一个人。咱伫主的内面，会当互相包容、互相赦免、互相安慰、互相鼓励。上重要的是，咱会使搁一届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伊。咱知影，特别是即摆的疫情，咱会使搁坐伫遮做伙来敬拜，这是偌尼啊大的福气，偌尼啊大的恩典。敢是？虽然即摆咱来唱这首歌，咱搁一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要献上咱的感谢。主啊，我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了我的罪，定失去世界，流出你宝血为我。主啊，我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感谢。你对时来个我，要不是关心，守住我命。主啊，要高顾你性命，对大地高永永远远，你手术奇妙的。祝福世间的人，主啊，要高顾你性命，对大地高永永远远。主啊，要予落你，主啊，
万世，守护我活命。主我要搁顾你性命，对大地高永永远远，你手术奇妙的听头，白白赐予世间的人。主我要搁顾你性命，对大地高永永远远。主我要呼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大高永远。主我要眷顾你的名，主我要搁顾你性命，对大地高永永远远，你手术奇妙的听头，白白赐予世间的人。主我要搁顾你性命，对大地高永永远远。主我要呼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大高永远。主我要呼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大高永远。再搁一个甲主讲。主我要呼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大高永远。是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赐我自由，是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，世间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赐我自由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？哪里就有自由，世间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赐我自由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即摆邀请你会使目甲目睭闭起，咱即摆为着家己来祈祷，咱恳求信心，搁一届进入咱的心内面，搁一届成做咱心内面的溃烂，特别是信心降临者了后，咱需要上帝的神，搁一届伫咱的内面，咱较有气力去做工。咱较有气力伫即个世界来生活，伫咱的工课，伫咱的学校，伫咱服侍的顶面，咱才有气力。好无？咱即摆来祈祷，恳求主的信心，搁一个进入你的心内，充满你，成做你的安慰，成做你的扶持，成做你的鼓励。咱做伙为着家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，祭到你的面前。愿你继续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领受你的真道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咱来用咱的使徒圣经，讲做咱的信仰个别，伫圣诗的头前，用使徒圣经讲做咱的信仰的个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来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坐在全能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
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52篇，伫圣诗后面。启应文第52篇，圣诗后面，我来启，恁三个来用。恁着找做卯星甲三星的迄粒。叫海水来摒伫地上，以互强命的人忽然灭亡。愿份恁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因为恁欺压散车人，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。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，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，恁欺负义人，受剥落，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。时势会静静无讲话，着追求良善，毋通追求邪恶，才有活路。着怨恨邪恶，意爱良善，审判时主持公道。上主讲：我也学搁看清恁的积期。虽然恁献烧火祭甲素祭互我，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。总是着。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，这是咱三个来压头祈祷。创造万物永活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阮感谢你。你有带人经过艰难的旷野，来归你安排的国度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引带阮的长辈，佮保护照顾阮历代的祖，互阮一代过了一代，互阮的祖认捌你，通追求永远的活命，伫世间通忍受一切艰苦。军队主行天路，愿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孝顺阮的日子，一切好所行，通成做好的模样，敬拜上帝，看重上帝是一切的根基，互阮会当大大壮大，就是要勇敢当，成做一个基督徒，互阮搁较需要勇敢到伫上帝你面前。互上帝直直会透视阮的内心，无搁再闪避。相信伊必定用主爱翻破阮，也毋通掺杂济济俗世的作为，提醒阮毋通效法这个世界，爱专心倚靠上帝，做出你对上帝愿照默然，无疑坚定阮的心。记得你所赏赐阮一切恩惠，求你互阮努力，搁较认捌你的疼，继续阮的功课，
完成你所交代的，来归荣光予你。但愿真感谢，今仔日是你的主日，特别是圣灵降临前后第4主日，互阮会当三甲备万心，到伫你圣殿敬拜服侍。通过你今仔日的敬拜，通过你牧者要传讲的信息，互阮搁较明白较清楚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，互阮的众兄弟姊妹忠一同心合意，伫你教会，互教会，阮每一个人会当进入社区来调和这事项，引带搁较一人来认捌你。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成做阮教会的帮手，结出这美好的果子。有主你的看顾甲祝福，享受这首长干部。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，伫每一人的家庭、因的事业、因的工作，以及因的心身灵，拢得到健全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这白听肢体的，愿主你圣神甲因三甲地，通过你神的手以及医生的医治，互遐个无得共款白听身躯的兄弟，会当一直得到医治，早一天阁恢复因的健康，回转到因的家庭以及圣会来敬拜甲服侍你。然后若看见失丧的兄弟，愿主你愿安慰因，得到安慰；软正软弱的，愿主你坚固因，互因刚强壮胆，伫众人的面前来成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阮今仔日，愿归类到你的圣殿，愿爱用虔诚甲诚实心灵伫遮来敬拜你。愿你的神甲阮三个地咧，通过今仔日的敬拜，有主你的灵伫阮的中间，对头到尾。但愿将这一切仰望伫你的手中，交托伫你内面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，申命记第10章12节到20节，12节到20节。以色列啊，当耶和华你的上帝爱你什么啊？敢毋是独独爱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，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听伊尽心尽性服侍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耶和华这个诫命是伊的律例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，为着要互你得到福气吗？看呀，天甲这个天的天，地甲地上所有的。拢属耶和华你的上帝。15节，耶和华独独欢喜你的列祖，听因经因的和谐，伫万百姓中，就是恁这个亲像今仔日就是。所以恁着甲恁的心甲力，毋通硬恁的颔棍。17节，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，伊是即个上帝的上帝，即个主的主，伊是至大的上帝。有能力，搁通敬畏的，无用外貌处人，也无受剥落。伊为着孤儿甲寡妇判断，搁听出外人，互伊食食。所以恁着听出外人，因为恁也捌出外伫埃及地。20节，恁着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服侍伊，结连伊，指伊的名。来救抓，以上愿上帝听伊的话，搁去行。这是咱的赞美，要请小诗班2个组。
咱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拣选阮，呼召阮，就是爱阮独独敬拜你，侍奉你。总是你也差遣，呼召阮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人群，因为阮要来关心，要来体贴，要来了解世间人。总是伫这个中间。阮虽然生活，阮的行动，甲世间人相共款，总是阮犹原是无共的一群。阮总是对心内独独只有一个主，就是上帝你。你是阮一世人唯一爱追求甲侍奉的。愿主上帝，你的神帮助阮，通过今仔日你的经文，你的话语。倒一摆来甲阮提醒，怎样进入这个世界，倒成做一个无共款的族群，来成做正人的祝福。主愿将以下分享的时间，全然仰望一个手中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继续将咱的圣经继续来掀开，像是咱嘛来提出咱的周报，周报的第6页。周报第6页有即届讲道的即个大纲，讲道的即个大纲。好，一开始牧师要来问，讲道会记得顶礼拜牧师讲道讲啥？逐个人拢头通过恁的表情，我的心真安慰。刚是有讲到对圣经来，咱徛伫属灵的角度。属灵的应允，就是既然悔改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就要来成做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会记得无？通过悔改信耶稣是基督，就成做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佮即个子孙，上帝应允要互伊成做大国。只是即个大国，咱若是用咱现代要具体来讲的话。就是世界各所在的教会，世界各所在的教会，就是大国。所以当咱讲到教会时，咱唔通干那想到家己的母会堂教会，各所在的教会集合起来，就是上帝的教会。今日上帝的教会伫即个世间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要成做世间人的祝福，成做世间人的祝福。所以对安尼，咱必须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所领受的呼召，来反省咱家己所领受的呼召，到底我有凭信心来生活无？到底我有生命的见证来行入人的面头前无？因为这就是我打算要分享予人的祝福。我要分享予人的祝福，就是我的生命要活出一个听上帝的话，都照安尼去行。因为安尼，我得到上帝甲我的同在，以及伊对我的小事甲保守。我的属灵生命，我的生命见证，我信仰的生活，我要对安尼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，咱要通过对摩西伊的身躯顶，伊安那苦劝以色列人。伊安那成做别人的典范来学习，怎样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过去咱若是有将规本《申命记》来甲读完的话，咱会发现讲真明显，对《申命记》内底咱看去一个领袖、一个领导者的典范，就是不断重复搁重复，用上帝的话来优持。来保守，来引带伊的兄弟姊妹，伊的亲族。这是咱对《申命记》内底所看到一个领导者伊的典范，不断重复个重复，一直将上帝的话来保护甲引带伊的亲族，伊的兄弟姊妹。可能咱会感觉真奇怪，啥上帝的话是用来保守甲引带伊的兄弟姊妹？
毋是用来人教师，毋是用来人教导，是来保守甲引带。这就在伫讲宣讲上帝的话的人，伊本身用什么款的态度甲动机来看待上帝的话？伫进前牧师讲是有讲过，上帝的话会当来代表上帝伊本身的意志，对无？上帝的话代表伊本身的即个意志，所以传讲上帝的话的人，伊不过是上帝的代言者，毋是上帝本身。总是即个传话的人，伊的态度会当来影响听话的人的反应。我讲一解，传话的人的态度会来影响到听话的人的反应。因为一个传道的人，伊的态度嘛会使讲啊，我著一只讲道，你要听毋听，恁兜的代志，你的生死不关我的代志，我著照我讲我的，你要听毋听，恁兜的代志。当然，传道者嘛当最用心、最用力、真积极来关心讲，我安尼甲你传讲，你有听落去无？你有决志听了要照上帝旨意来行无？我想，伫圣经内底，摩西伊是属于第二种人，伊则关心，伊则要义，伊的亲族兄弟姊妹到底有听上帝的话无？啊，听了后有拍算来遵行无？啊，听了是有明白无？伊则清楚一件代志。以色列人的幸福，无伫上帝以外啦。以色列人要得到的祝福，无伫上帝以外啦。所以，从摩西对伊来讲，伊要互以色列人得到幸福的方式，就是爱互以色列人真正将上帝的话听落去，明白，然后来甲行出来。每一届咱的书会。圣经读完，当时拢会讲一句话，伊讲安那祝福既若听，得照安尼去行的人嘛。所以咱的祝福就是听，得照安尼去行。常时这嘛是以色列人伫即块迦南地应允的土地顶面会当生存的条件。那安尼，在座各位兄弟姊妹。咱反转来思考，今仔日咱要争做别人的祝福，咱要甲人无共款。啊，那安尼，咱家己有来修这律法甲诫命无？咱要甲人无共款啊！咱本身有来修这个律法甲诫命无？特别来到新约的时代，咱对教会基本的这信仰的知识，咱阁知影偌济？咱受到偌济装备甲造就，简单讲，咱对三位一体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安尼的神学，安尼的信仰基础，咱认捌偌济。第二，你敢有认捌你家己？简单讲，你有认捌人无？人伫即个宇宙中间，甲上帝、甲即个世界的关系是安怎？第二，上帝互咱的功课。读圣经甲祈祷，这个重要性到底是安怎？倒来，教会存在伫这个世间、这个地面中的目的，这个意义是啥物？然后伫这个教会中间，兄弟姊妹组织，这个敬拜、这个崇拜到底是为虾米？甚至咱的信仰嘛无停留伫教会，咱的生活、咱的家庭。敢有将咱的信仰来带入去？其实头我牧师讲的遮个，拢是咱受洗班的课程。请问咱在座敢有人还未受洗？好，不要紧，拢讲受洗啊，对无？头我牧师讲的遐，恁敢都会记进？敢都会记进？这是最基本的受洗班的这个课程哦。当然。我想，上帝话不只是互咱摕来研究，增加咱的知识尔。上帝话是要互咱听了，得照安
安尼去行，安尼来活出来。那安尼，今仔日咱面对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咱加做上帝国的这个子民，咱绝对对上帝要有全人的委身呐，怀有这全人的委身呐，全人的委身。今仔日摩西伊考劝以色列人讲，恁爱敬畏上主，恁爱敬畏上帝，敬畏这个字眼是希伯来文，有互人惊吓。互人感觉真可怕、恐怖的意思。总是摩西讲，你爱敬畏上主，毋是讲你爱对上帝安那感觉惊吓、感觉恐怖，毋是。摩西讲的这个敬畏是，你爱去意识到一件代志。今仔日你的性命，你未来的道路，拢掌权伫上帝的手中。你的性命安怎？你未来的道路全部在伫上帝话语，你有听落去，都照安尼去行无？来到新约时代，咱都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圣子主耶稣基督对咱救赎的恩典，互咱甲上帝更好，互咱伫上帝面头前看做伊。都因为安尼，咱得到安尼的恩典。咱对上帝对心内发出的迄种感谢甲尊重，迄种尊重，咱毋是惊上帝，咱是对上帝安那，对心内感觉足稳定、足感心、足感谢，然后对这个尊重来生出实际的行动，对这个尊重生出实际的行动。来，咱来看周报这个大纲，咱会生出什么款实际的这个行动？第一个，这个空格你会当它填起，照上帝意爱的方式来生活，好，照上帝喜悦的方式来生活，好，照上帝意爱的方式来生活。第二，将上帝放在生命的中心啦，好，将上帝放在生命的中心，是咱一世人应该爱去追求的。第三，将家己奉献给上帝使用，这就是安那全人的委身，委身于上帝，委身于上帝。当咱若学向敬畏上帝，当咱若开始全人委身的时，咱就要对上帝遐来得到祝福，幸福就要伫咱的生命内底。总是讲到这个祝福。讲到这个幸福，咱袂当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比拼。就亲像以色列人，因来到迦南地，因将迦南地顶面的这个产业、这个丰富的出产，当作是上帝给因的祝福。当然，安尼讲无毋对。迦南地顶面的这个产业、这个出产丰富。真正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无毋对，总是以色列人为了追求这个祝福，搁较济、搁较丰富，最后因对迦南人做伙去拜啥物会？拜偶像、拜巴力。摩西一只意思是啥物？恁要追求祝福，请恁追求祝福的源头，就是上帝本身啊。这是上帝本身啦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是至权至尊、创造宇宙万物、都掌管一切的上帝。所以今仔日摩西甲因意思是讲啥？你要追求，毋是追求这个世间的受造物，毋是追求这个世间的价值。你爱追求是啥？创造这个世界的源头。你爱追求是生命的源头，就是上帝本身。只是摩西伊无爱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对伊的苦劝，听到只是心内感觉兴兴尔尔，兴兴华语叫做一时火热啦。听到兴兴摩西讲了真好。摩西伊毋望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会当用认真的态度。来面对这个信仰，爱真认真来面对这个信仰。
可能恁感觉会讲，什么会有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？咱也知影哦，当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，因已经来到第二代的人啊。啊，第一代的人走安倒去？安那，拢伫旷野歇困去啊啦。好，讲较明白就是一旷野过身。所以要进入迦南地，是一定来到第二代，甚至来到第三代啊。所以摩西就引带这人，要将这个代志交托给约书亚进前，伊千交代万交代，你爱一只反省，过去恁的祖先所犯的错，得罪上帝的代志，唔通得继续来发生。上时嘛要通过安尼，互这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知影讲，引带因的上帝是一位满有慈悲怜悯、佮信实的上帝。因为过去因的祖先不管安那背逆上帝，安那得罪上帝，上帝听安那，拢无离开因。上帝听永远拢无离开因。上帝要互因的应允。上帝对因的信息到万世代，牧师要讲的是，到今仔日犹原是安尼。所以摩西一心铭记，伊不断重复将上帝话如法诫命来讲，互以色列人这新的一代的人听，毋是要甲因吓惊啦，毋是要甲因吓惊，只是要互因会当反省过去，然后来展望未来。我讲一解。反省过去，然后来展望未来。过去，恁的祖先无爱听上帝的话，恁这新的一代爱来听话。过去，恁的祖先听了上帝的话，无要遵行，来到恁新的一代，安那听了爱照安尼去遵行。不过，咱透过一直听讲，这新的一代来到咱新约的时代。咱徛伫属灵的角度，算是这新的一代。我想咱当分做两个层面来看，这新的一代，就是咱打算要传承咱的信仰的囝儿时势。检视就是咱新的一代，对无？咱的囝儿时势，就是咱要传承信仰的新的一代。这是有血缘的关系，有血缘关系的咯。啊，无血缘关系的新的一代是啥？讲是就是咱的新朋友甲无道友，讲是因讲是新的一代，只是这新的一代，照咱今仔日的经文来看，敢有包括这弱势的团体、弱势的族群，就是这个孤儿、寡妇甲出外人，这是社会上真弱势的这个集体族群。因讲是属于新的一代的人，牧师甲一寡同工进前捌去参加过幸福小组的这个训练，在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宣教系统内底，也是讲策略，又讲着讲爱将新人来分做 A、B、C、D， 吼。当然，牧师真清楚，伫这中间，安尼策略是方便教会管理甲资源的善用。只是咱今仔日徛伫耶稣基督的厅内底，咱检通将新朋友来分级。今仔日讲 A、B、C、D， 啊，若有一天人大家讲，我著要分做 D 级，啊，真正是 D 级哦，上低一级。你的心内啥物感受？你若互新朋友知影安尼的代志的时阵，人的感受是安怎？孤儿寡妇出外人，是当时的社会是无声音的，是无气力的，是弱势的族群。今仔日咱来到现今的这个社会，这个孤儿寡妇甲出外人，刚都有存在伫咱的身躯边，伫咱的四周围。咱知影讲，咱一台湾社会，咱行一路里会当看到真侪外籍
的新娘活结的罗岗，有无？活结的罗岗甲新娘嘛，也是讲所有的这新住民、也是讲这独居的老人、独居老人。有当时我夜头去看迄厝体，也是讲公寓社区，我拢会只想讲，既然唔知影的所在，敢是有迄种独居老人，都孤单来住一下，咱唔知影，敢是有安尼人存在伫咱的身躯边，咱教会的四周围，这会敢是弱势的族群。头我牧师有讲到活这罗岗、活罗这个字眼，对无？总是最近真流行讲爱反歧视，吼爱唔通歧视。牧师只无你讲活罗啦，只拢讲啥？移工啦，移工啦，吼移工。总是今仔日这改变名称的问题，其实是以色列人的身躯顶就是安尼。因为律法改名清清楚楚写伫遐，你爱照顾孤儿寡妇甲出外人，写伫遐，总是以色列人敢有照安尼去做。今仔日咱将活罗改名称号做移工，请问敢有增加咱对因的尊重？敢有因为你叫伊移工，你怎完全无歧视伊？牧师捌有一摆是祈祷的中间，我问我家己，我掠我家己良心问讲，我敢会歧视这个活籍的这个劳工？我的答案是会。咱用想象的就我绝对会听因，我绝对会包容因，我绝对会接纳因。总是我这诚实面对我家己，不免咱犹原会对安尼的人有一寡歧视，都有一寡歧视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申命记，自摩西五经内底，伊的律法算讲是较处境化，人讲处境化。好，以及摩西五经内底，伊的律法是处境化，是安那？因为因要进入新的环境，面对新的状况，所以必须要有新的解说、新的看去、新的做法。今仔日现代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，甲这个试炼，咱真正要用新的角度、新的看去来领受上帝予咱的律法甲诫命。教会是一个新的属灵的团体，咱来发现新的兄弟姊妹、新的蒙恩者啦、蒙恩者啦。我们要发现新的蒙恩者、新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拢是上帝有定要拯救的人。最后，摩西毋望在新的时代进入这个新的所在、新的环境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摩西爱遮即群新的人甲上帝有一个新的立约的记号，新的立约的记号。这个新的立约记号，不再是这个活在肉体的这个割礼。摩西讲的是啥？心的这个割礼，心的这个割礼。我想对咱的中文圣经的翻译，咱真歹看出这个心的割礼的翻译啦吼，是安那？因为照原文，你敢知影伊写啥物货？我用华语讲要割除你们心的羊皮，要割除你们心的包皮啦。安尼听我意思无？是安那？迄个意思讲的是讲，迄个拉散、误会、阻挡你甲圣洁的上帝三结的物件，你爱对心来安那除去，你爱切除，你爱除去，你才会使甲圣洁的上帝安那三结连。今仔日咱读的这个圣经讲，你唔通得颔棍硬，对无？因为啥你会颔棍硬？因为你的心硬啦。你听上帝的话，听了无要去遵行，你的心硬，对你的颔棍就安那硬嘛。你听了，你无要照咧行嘛。好，所以今仔日摩西大人讲，你爱对心内，你要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你爱发出这个实际的这个行动，你爱对心对上帝有这个尊重，
一切拢是对心安那来发出，来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咱来看咱的周报，咱来看咱的周报。今仔日摩西讲，你爱伫恁的心来修改咧，就是讲过去你的心无要领受的，无要顺服的，你对今仔日爱开始顺服。来，咱来读迄头前的就好，好无？好看符恁来添起哩，后壁来牧师来解说，咱来做来读，请愿主的话，互我内心顺服。来，这看符咱来写心，吼，咱来写心，是安那？听上帝话了后，顺服，无借口，无埋怨，无分担。好来，第二，愿主的话，互我看去需要。你会当写眼，还是写目、眼或目啦？吼，照笔画，意思就讲，咱行入灵群，看去人的软弱、需要甲困难。好来，第三，请愿主的话，互我领受启示，这写耳孔的耳，吼，还是讲你，吼，咱来安静，伫上帝面头前祈祷，善思主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心意。来，第四，请。主的话，互我分享见证。这来写啥？喙也是口啦，吼，口的迄个笔画较少啦，吼。来，意思是讲，你爱讲祝福的话来传福音，还是讲你传福音，就是你人人讲啥物话？祝福的话。来，第五，请愿主的话，互我操练智慧。这爱写脑，吼。咱会晓分辨是非真假，吼，是非真假，知影安怎去思考、做选择、甲做决定。来，第六，请愿主的话，互我做好行医。来，请问这写啥？写手啦，吼，咱写手。心清洁，手清气，咱所行的是圣洁正直的代志，来应承一灵，吼，应承一灵。好来，第七个。请愿主的话，互我行入性命，这爱写骹，吼，你可以写足也或者写脚啦，吼，照笔画骹。这个行入性命有两个层面，注意听哦。走进生命有两个层面哦。第一个，你爱行入去别人的性命，所以或者行入去别人的性命，你爱去关心人、了解人、同理人。体贴人，然后照伊性命的需要，带伊都行入去性命的道路内底。所以这有两个层面哦，走进生命有两个层面哦。先进入人的生命，然后了解他生命的需要，带领他又走向生命的道路。好，有两个层面。来，第八个，请愿主的话，互人得到祝福，写全人啦，全人。吼，所有的人是安那，伊咱要诚做无共款的子民，然后诚做别人的祝福，所以咱全人爱委身伫上帝，奉献予上帝，咱对安尼会当得到幸福。好，咱填空刚拢写了啊。好，写了吼，就照牧师头我讲的，摩西这要紧讲，听话的人有听入去有了解无对无？所以毋免因遐紧啦吼。来，牧师有一寡的动作来加强咱的一寡的印象啦。来对牧师做来，互主的话安那，互我内心顺服。咱一面做一面来读。来，请第一个，互主的话，互我内心顺服。倒来，愿主的话安那，互我看去需要。来，第三，愿主的话。互我领受启示。好，第四，愿主的话安那，互我分享见证。好，来第五，愿主的话互我安那，操练智慧。吼，你会使安尼，嘛会使安尼。好，来，愿主的话互我安那，行好，吼，做好行医。来，第七个，愿主的话互我安那，行入性命啦。吼，恁骹拢无叮当。好，我有听啊，啥无看电影。好来，最后一个，愿主的安那，互人得到祝福，因为咱的全能安那，
拢对上帝委身，专人对上帝遐得到祝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愿咱会当对今仔日，咱等于倒看一解这段圣经。今仔日、今天、今日，今仔日这字眼是这段圣经内底最重要。愿咱对今仔日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加做一个新的团体，通过咱头歌的宣告，咱的个别，咱的对心内有一个新的一个角力。咱是一群无共款的子民，咱是一群要听上帝话，要照安尼去行的子民。咱进入世界，总是咱无共款，因为这个无共款，要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牧师都讲一解，这个无共款，要成做正人的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呼召差遣阮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人群。我们要看起正人的需要，我嘛要来敲找社会内底这弱势的肢体，来关心因、扶持因。总是主上帝，这个世界的试探挑战真大，也真强。不免是阮进入这个世界了后，有另外一个主会来互阮相求，会将阮求你去另外一个世界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求你互阮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这个社会，做光做盐，有缘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。这个无共款，就是阮是一群听上帝话，要照安尼去行的一群人。我嘛要通过安尼，互正人看去讲，阮因为听上帝话，要照安尼去行，阮的生命得到丰富，得到改变，得到幸福。主上帝，求你通过今仔日你所授予予阮的话语，照你信心的引带感动，来改变，来引带阮的生命，特别是指阮的心有一个新的角力，对你定心的力量。对你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、新的释放、新的开始。主愿安尼用你仰望祈祷甲交托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咱来唱圣诗444首，主律调名号顶清楚。来唱全首。
众请坐，这是来奉献。咱请郑伯君执事、老泰山执事。咱三个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。这是我来报告的进程。咱三甲今仔日来看，咱今仔日金句，伫周报的上头一页，我来读一解，恁来读两解。独恁是竞选的族，是王也是祭司，是圣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互恁传播迄个招恁出黑暗，入于美妙的光的好德。彼得前书2章9节，三甲来两解。恁传播迄个叫恁出黑暗，入于美妙的光热的好德。彼得前书2章9节，独恁是竞选的族，是王也是祭司，是圣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互恁传播迄个叫恁出黑暗，入于美妙的光好德。彼得前书2章9节。咱献开周报的第一页，甲咱顶周的服饰，以及咱所有的服饰顶面，伫遮咱会当家己来看。第二面，咱团契的服饰、团契的聚会，然后由咱家己来看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讲咱各区的小组聚会暂停。咱看状况如何，咱再搁来调整。愿主保守一切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咱掀开第3页奉献的明细，咱若如果无清楚的，咱通找咱的长职来更正。咱看第4面消息的报告，本主日中午11点半，伫701召开财务部会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第2，中午12点30分，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会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第3，下晡1点，伫701会议室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
7月初5、7月份伫月中日，长老陈祖德长老、执事刘泰山执事、赵美珠执事伫礼拜日下晡1点至7个日会议室召开7月份定期中执会，请中执出席参会。第三，暗时8点召开教育部会线上会议，请部员参会。小会消息：伫10月初4临时好会，伫7月初5公告会员名录，在职的甲籍伫外出的中职选举办法，长老执事预选候选名单。以上公告，若是有疑问的人，请伫7月17向小会书记吴传英长老来提出。教会防疫新性命的规范，进入教会大楼，请滴喙暗。第二，请伫1楼量实测额的温度，喷洒即个酒精，消毒双手。量测的温度超过37.5度，也是身体无爽快的时，建议转去厝内休困，观看线上的礼拜。第四，进入礼拜堂前先刷卡甲签名是明制，卡片若是遗失的，请伫6楼办公室来补发。第5，请依照所规划的座位来就座，没法做由前往后面来坐。便出专程戴喙暗，请兄弟伫内的官方账号敲吹扫描加入桃园教会官方的账号，掌握教会最新的资讯。消息，教会消息伫108学年级第1学期，奖励学金审查结果如何？这咱家己来看7月到9月，新眼光看见青春的曙光，咱会当自己过来到办公室来领取。第5页，教界的消息：德中妇女联烧旅游活动，日期9月15到16，拜2到拜3，地点溪头的联烧旅游，费用是每一个人3500，报名请尹立芳会长也是简必会副会长来报名，名额有限，要参加的请尽速报名并交报名费，完成报名手续。2020年全国社青的读经营一天的国限时批，伫咱10月初9到11，拜5到礼拜，新竹圣经学院每人4500。7月30进前，但如果早鸟的时优惠3000块，请伫4楼公布拿相关简章。第22届全国中职联谊大会，定军本地实践厅，结连普世行公义。7月25拜6 9点到下晡2点半，地点伫马来西亚的餐厅，台北市大东区中安西路287号之2，费用是每一人400块。特别坐游览车的，爱搁交100块，目者优先免费。请者4楼公布栏来看。伫新竹中会教育部教会领袖动感培训的课程，详细请参阅4楼公布栏简章。伫6月13，小组的关怀甲牧养，陈国安牧师来主理。7月初4，怎样带领查经？伫区启营老师来带领。9月19，伫礼拜音乐甲圣诗，伫陈秀梅老师来带领。10月24，门徒培养甲小组的报道，蔡先生牧师来带领。11月初7，公文会议记录，整理甲议事的带领。陈文仁牧师来带领，时间伫拜6的上午8点45到12点，8点30分爱报道，伫咱新竹教会。费用是200块，现场缴费，备有中餐，全程6届的课程报名费优惠1000块。
请咱兄弟尽速报名参加。其他的消息，桃园处局互助社伫7月初5中昼12点，伫7公里召开互助社李干事会，请李干事出席参会。7月份的庆生会，咱则家己来看。以上，咱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想自从咱开放实体的礼拜了啊吼，咱一定组织安尼几啊届啊对无？啊，总是咱敢有真详细看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详细来看者。虽然伊挂嘴安吼，来看者，来笑者讲平安。后来啊有中间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无？这位兄弟检查你来真济届吼，第1届嘛对无？该让好阮知影你的大名，嘿，让我知道你名字就好了。好，这位弟兄，嘿，我介绍名字就好了，介绍名字就好。好，我们拍手欢迎他。好，我们不管新的朋友怎么样，我们仍旧就欢迎他哈，一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后来牧师有一件代志，想要问都唔敢问，有一点期待都惊受伤害。到底平常时牧师搭伫迄个网络的即个灵修的资料，你有咧看无？哈？哦，有啦吼。好啦，安尼我无受伤害，都得到鼓励甲安慰。好，我会得继续即个用心来写啦吼。以上做补充的报告。这是咱来上营第402首。起立，上面刷请牧师祝祷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，对今仔日，互阮有一个新的开始；对今仔日，阮的心受割礼。甲你定心立约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们要诚做一个无共款的子民，诚做正人的祝福。我要因神一人，对世事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顶甲木倒。咱这是要来行平安礼，咱去咱向四周围咱厝边边仔的人，咱来行。